真出名的京戏演员魏海敏，1991年专程去到北京，向梅兰芳的后生梅九宝拜师学艺，是目前京戏梅派传人之一。这回台积心中艺术季特别邀请到魏海敏以女性艺术创作者做主题，透过展览现代戏剧、传统戏剧，分享伊伫艺术舞台拍拼徛起的精彩故事。以出名京戏演员魏海敏做主角的这遍展览，分做6个区域，以6座舞台顶悬经典角色做重点，展出真侪京戏内底的作品，佮透过设计，把戏剧用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，互民众了解女性艺术家是安怎拍拼，才有法度在国际艺术舞台顶悬发光。有点像戏剧的后台或者戏剧的舞台。你进到这个里面来是一个不太一样的，是一个梦幻的，因为我们说戏这个人生如戏嘛，所以在舞台上面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观众没有看到的细节。除了艺术展览会使看，4月17日，魏海敏佮挑战家己，按算上台演出这摆展览内底6个经典的女性角色。我在这个戏里面想要借由这个6个角色贯穿我的一生。把我这个生命的成长呢，我要献给这6个角色。借由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介绍，让一般的观众可以去想想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这个人生，让大家一起在看这一些故事之余，回想自己的过往。魏海敏长期坚持艺术创新，嘛挑战无同款的表演形式，定伫传统甲新编戏剧之间创作出特有的作品，对推广京戏甲创新的表演艺术做出贡献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